来认识一下中国的木偶人。400年前，他在闽南的布袋戏中落地生根，一人一戏一江湖。木偶被千刀万刻拥有了人的形象，经由艺人的配唱，拥有了灵魂，在方圆舞台间诉说着一个个故事。一动一瞥，木偶不曾开口，可眉眼间已写尽人间善恶。400年后，他在粤西的烟火中坚守传承。生外是珠花紅培，披衫播咁若團圓。400年的史詩永不過時，更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。戲未終，人莫散，高州木偶戲仍在等待下一個400年的開場。常不盡人荔枝鮮味，都不盡姑娘星夢傳奇。願中國夢唱荔枝紅，讚譽神州清風送，讚譽神州。